咱海巡署伫平湖的海境呢是掠到要走私毒品入来到台湾这船只，伫船顶有查到474公斤的第二级的毒品，也就是大麻，估计这市价是超过14亿。 准备10几疑似大麻花。海巡人员豆豆甲一袋物件丢起来船顶，这袋物件包甲真好势，唔拿用防水的布袋袋咧，顶管阁有写编号。海巡人员摕刀甲其中一袋挂开看，发现内面底拢是2级毒品大麻。大麻一块，它疑似那个大麻。 是大麻花，大麻花原料。海巡署平湖查缉队8月份接到情报，讲有不法集团要走私毒品入来台湾。随伫平湖地检署的指挥下，联合北中南10外警调单位封锁海岸，同时伫平湖海峡展开围捕。海巡表示，嫌犯有听到风声，驶快艇哪走哪将大麻弹落海，包括船顶弹无完的，也有海底浮起来的，拢总找到40袋，总重量474公斤，内面全部拢是大麻。 洪武海域展开围捕及按季封锁拦截勤务后，查获了40袋不明物品，经初步采验为第2级毒品大麻，总重474公斤。倘若该毒品成功走私入境，估市值新台币14亿元。利用快艇运毒，嫌犯原本掠准讲快艇细只会当逃过海巡的检查，其实早就互人看破骹手，因为嫌犯背后疑似有集团在操作。现在海巡也正在扩大追查当中。记者柯家自库教用高雄采访报道。